約翰福音第15章講到，靠住耶穌基督結滿果子嘅話，葡萄樹係耶穌基督，我哋係枝子，你要靠住呢棵葡萄樹，靠住耶穌基督，即係同佢有關係，你先可以結果。你離開耶穌，你乜嘢都結唔到，只會結死亡嘅果子。嗱，所以當保羅禱告嘅時候啊，佢有個目的，有目標，而係為到信徒禱告之後有三方面嘅結果，就係我哋睇到咧，可以分別是非；第二，誠實無過；第三，結滿果子。呢個係仁義嘅果子。嗱，所以點樣知道某一個信徒有冇生命呢？就係睇下佢有冇結果。嗱，所以你回復翻去馬太福音第7章一小段啊，16到20節呢一段，憑他